你最近有冇覺得行樓梯開始越嚟越慢？起身嗰陣隻腳有少少發軟，甚至連擰開個醬油罐都有啲夠力。50歲之後肌肉流失真係冇得避嘅天命。各位街坊、各位朋友，好多人一過咗50歲就覺得自己個身體大不如前，開始行路慢咗，手腳慢咗，甚至跌一跌就大件事。大家成日聽人講歲月不饒人，覺得老咗肌肉萎縮係理所當然嘅。但我今日要非常認真咁同大家講，呢啲唔係天命，呢啲叫肌少症。最要命嘅係你流失嘅唔單止係肌肉，而係決定你反應速度、爆發力同埋防跌能力嘅快肌肉。好多人以為老咗就應該行下公園、太極甩下手，但事實上呢啲慢速運動只係練緊你嘅慢肌，對防止快肌流失幾乎係零作用。你睇下身邊啲長者，點解反應越嚟越慢？稍為失下平衡就成個人倒地，就係因為快肌流失得太快。但係大家唔好驚，醫學界已經有好多研究證實，快肌係可以重新練返返嚟嘅。今日我就整理咗7大經過醫學實證嘅策略，由訓練方法到飲食補給，一次過同大家拆解點樣喺50歲之後逆轉衰老，練返一身好肌肉，活得有尊嚴又健康。第一策略，大家要重新認識運動嘅本質，一定要做阻力訓練，即係大家平時講嘅重量訓練。好多老一輩聽見舉重或者重訓就嚇到縮，覺得呢啲係後生仔去體操大隻嘅嘢，自己做只會受傷。呢個想法真係大錯特錯。你知唔知老人家最需要嘅偏偏就係重量訓練？因為慢跑、散步呢啲有氧運動主要用嘅係紅肌肉，即係慢肌，佢哋只係維持耐力，但係要刺激到白肌肉，即係我哋講嘅快肌，你必須要俾身體足夠嘅阻力刺激。咁要點做呢？唔一定要去健身室搬幾十公斤嘅鐵，喺屋企你可以由自重訓練開始。最經典、最有效嘅動作一定係深蹲。深蹲被譽為運動之王，因為佢一次過動用咗你大腿、四頭肌、臀大肌同埋核心肌群。剛開始做不到徒手深蹲，完全沒關係，可以先從椅上起立開始練習。找一張穩固的椅子，雙腳打開至與肩同寬，慢慢坐下並輕觸椅面，再依靠雙腿與臀部的力量站起來。只要在站起來的那一刻稍為發力，加快速度，就能有效刺激快肌。建議每次做10到15次，重複3組，下肢力量就會有顯著提升。第二，策略是爆發力訓練，也可稱為快速意圖訓練。這個概念在中老年人的健身訓練中至關重要。快肌具有用進廢退的特性，而且只有在需要快速發力時才會被激活。如果做任何動作都慢吞吞，缺乏爆發力，快肌是完全接收不到刺激信號的。喺安全嘅前提下，我哋要喺訓練入面加入快上慢落嘅節奏。例如剛才講嘅椅上起立，你坐落去嘅過程可以花3秒時間，慢慢落，訓練你肌肉嘅離心收縮。但係喺站起來嗰一下，你要想象自己底下有張彈簧，用最快嘅速度爆上去。就算你因為年紀大或者關節問題，實際上動作睇落去唔係好快，只要你嘅大腦發出咗我要快速站起來嘅指令，你嘅神經系統就會瞬間徵召大量嘅快肌肉纖維。呢種神經傳導嘅訓練係維持反應敏捷、預防跌倒嘅最強武器。第三策略係要有系統咁增加訓練強度，喺運動科學上叫漸進式超負荷。好多中年或者長者朋友做運動，10年前用2磅嘅啞鈴，10年後依然係用緊嗰個2磅啞鈴，仲要覺得自己好勤力。其實肌肉係需要新嘅刺激先會生長㗎。如果你10年如一日都用同一種重量、同一種次數，你嘅肌肉只會覺得呢個強度我可以輕鬆應付，然後就停止增長，甚至繼續慢慢流失。點樣做到漸進式超負荷？好簡單，唔一定係無限咁加重量。你可以增加重複嘅次數，例如原本做8下，慢慢進步到做12下，或者你可以縮短組同組之間的休息時間，又或者你可以稍為增加一點點重量，例如由2磅換成3磅。只要你感覺到每一次訓練嘅最後2-3下係需要用7-8成力先完成得到，呢個強度就啱啦。記住要有適當嘅挑戰感，肌肉先會收到我要變強嘅信號。
第四策略，我哋講到食方面，亦都係最關鍵嘅一個環節，補足蛋白質，而且要高量同均勻。好多香港人食飯，早餐一個菠蘿油配杯奶茶，午餐一碗雲吞麵，晚餐先至多返少少肉食。呢種飲食結構對50歲以上嘅人嚟講，簡直係肌肉嘅殺星。醫學研究發現，年紀越大，身體出現咗一種叫合成抵抗嘅現象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後生仔食20克蛋白質就可以刺激肌肉生長，但係50歲之後，你需要食到30克甚至40克蛋白質，先可以達到同樣嘅增肌效果。所以中年以上嘅朋友，每日每公斤體重至少要攝取1.2至1.5克嘅蛋白質。如果你有做重訓，甚至可以去到1.8克。舉個例子，一個60公斤的人，每天需要攝取70到90克的蛋白質。這些蛋白質該怎麼分配？切記，千萬不要全擠在晚餐一次吃完。你應該平均拆解到一日3餐，讓每餐都有大約30克的優質蛋白質。這意味着你的早餐不能再只靠一塊麵包搞定，必須加入2顆雞蛋、一杯無糖豆漿或是一罐吞拿魚。至於午餐和晚餐，則要確保有1掌心大小的雞胸肉、三文魚、瘦牛肉或豆腐。只有持續且穩定地補充氨基酸，肌肉才有足夠的原料進行修復與生長。第5策略則是善用科學營養補充劑，特別是肌酸與亮氨酸。提到肌酸，許多人誤以為那是健美選手專用的毒藥，這完全是極大的誤會。事實上，肌酸是目前獲國際運動營養學會認可、研究最透徹且安全性極高的補充品之一。肌酸主要儲存在我哋嘅塊肌肉入面，係爆發力同高強度運動嘅直接能量來源。隨住年齡增長，我哋體內嘅肌酸儲存量會自然下降。好多臨床實驗證實，50歲以上嘅中老年人，如果喺做阻力訓練嘅同時，每日補充3至5克嘅單水肌酸，佢哋嘅肌肉量、握力同下肢爆發力提升嘅幅度，遠遠高於只做運動唔食補充品嘅人。另外喺蛋白質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支鏈氨基酸叫亮氨酸，亮氨酸就像係開啟肌肉合成嘅總開關。如果你食嘅蛋白質入面缺乏亮氨酸，身體合成肌肉嘅效率就會大打折扣。優質嘅動物性蛋白，例如牛肉、蛋、乳清蛋白粉，都含有豐富嘅亮氨酸。如果你平時食唔夠肉，運動完之後飲一杯高質量嘅乳清蛋白粉，補足亮氨酸，增肌效果會事半功倍。第6策略係重視睡眠同荷爾蒙嘅調控。好多人以為肌肉係喺健身室或者做運動嗰陣生長嘅，其實錯咗。運動只係破壞肌肉纖維，提供刺激，真正讓肌肉修復同生長嘅時間係喺你深層睡眠嘅時候。當你進入深層睡眠，你嘅身體會分泌生長激素同雄性激素，呢啲都係合成肌肉、修復組織嘅關鍵。荷爾蒙，如果你長期熬夜、失眠或者睡眠質素好差，你體內嘅皮質醇就會上升。皮質醇係一種分解型嘅荷爾蒙，佢會直接分解你嘅肌肉蛋白質去轉化成能量，結果你辛苦練嚟嘅肌肉就咁被壓力荷爾蒙吞噬咗。所以想要逆轉肌少症，每晚一定要保障7至8小時高質量嘅睡眠。睡前唔好睇咁多手機，避免藍光影響褪黑激素分泌。房間要夠暗夠涼爽，搞好睡眠，你嘅增肌策略就已經成功咗1/3。第7策略亦都係最容易被忽視嘅一環，叫神經與肌肉嘅連結訓練，或者叫協調性同平衡訓練。塊肌唔單止係一塊肉，佢係一套由神經系統操控嘅精密網絡。你嘅大腦要能夠快速下達指令，神經線要能夠準確傳導，塊肌纖維先可以喺0.1秒內反應過來。平時除咗做重量訓練之外，我哋仲要加入一些挑戰平衡力同神經協調嘅動作，例如單腳站立。你可以喺刷牙嘅時候試下單腳站立30秒，如果覺得太輕鬆，可以試下閉上眼睛，又或者做一些側向移動嘅梯形步伐、踩腳印等。呢啲訓練看似簡單，但佢可以大幅提高你嘅本體感覺，即係大腦對身體關節位置嘅感知能力。
當你行路不小心踩空或者滑一滑嗰陣，你嘅大腦可以喺幾毫秒之內透過呢種神經連結，指揮大腿嘅快肌瞬間收縮，幫你拉反住個身體，避免跌倒受傷。講咗呢7大策略，相信大家已經明白，50歲之後肌肉流失絕對唔係無能為力嘅宿命。衰老雖然係一個自然過程，但衰老嘅速度同埋你晚年嘅生活質素，完全掌握喺你自己嘅手入面。唔好再俾自己藉口，話自己年紀大唔做得了運動，或者覺得老咗就應該靜養。靜養只會讓你嘅肌肉以每年1%甚至更高的速度消失。由今日開始改一改你嘅飲食，每餐食多1件雞扒、1隻蛋。喺屋企由以上起立開始，每星期做2至3次阻力訓練，保障好睡眠，補足營養。只要你願意俾身體適當嘅刺激，你嘅肌肉、你嘅快肌喺任何年齡都有能力重新生長。逆轉衰老唔係神話，係有憑有據嘅科學。由今日起踏出第一步，練返你嘅快肌，返去嗰個精力充沛、行動敏捷嘅自己，為自己嘅下半場人生贏返尊嚴同埋自由。